只咧係我第一隻客家嘅角色，就係用一隻角色做一隻節目。一隻角色係阿蘭子。阿蘭子，佢係一隻清潔工人啊。安用佢就一隻 ribbon 啊，我叫很多 ribbon 啊頭箍。一隻係家嘅公主咯。所以有一個 slogan 啊，阿蘭子 on duty， 安用啊。你當初儂會創作一個角色嘅喏？一隻其實係同本地嘅電視台最風貌嘅本地嘅電視台對，本地嘅電視台嘅 Astro 嘛，佢有一隻好似網絡嘅平台啦，佢要做一隻網絡嘅 content，就講做一隻 IP，因為有福建台嘛，華語台，但係冇客家台，我要諗到我係客家人，做我要諗點得做一隻角色啦，佢係客家人。佢就做的分享咧，好似生活智慧啊。一個是唔係電視台想要客家角色，是想要做網絡節目。對，但係我自家講，得啦，用一隻客家人啊，因為客家話好親切嘛。聽用客家人相看嘛，我覺得我係客家人，我做得公信一點點啦。我做那隻阿蘭子咯，講到阿蘭子呢隻名咧，又係我嘅阿婆，就是。阿婆錄很多阿蘭子有嘅名，而係做蔡玉蘭啊，蔡玉蘭，係個阿蘭子啦。人家哈錄想講伊啲阿婆嘅角色比較親切，還有講客，錄創造了一個角色，係咪第一集就很紅嘅呀？佢分兩集鋪分啊，第一集係節目嘛，好似生活智慧網咁樣。第一集咧係在一隻 COVID-19，之後係講大家咩啱啱開放嘛，就讓開一隻連續劇。都係疫情期間都拍嘅。咩，一隻係 drama 連續劇，喺電視台做嘅。但疫情期間我有自己做啦，因為唔做得喺電視台讓嘛，我自己做烏卡讓咯，讓開本來集 footage。本電視台工作人員咧，佢夾到自家剪咯，係咁。做一個角色係唔替代在媒體上講客家話，係。你講阿蘭子也係我嘅家婆嘅名，係咁我就覺得替代其實好緊張嘅，因為我唔曉講客家話嘅其實。呢個是唔可以講，完全唔曉講。講到嘅，我唱起講，我識花，我吐班我水母，我識同事啊樣。就會簡單咧。但係我冇講嘅，前天冇講，我做得湯啊，湯做得講的。不過阿蘭子這個角色也沒有很久以前呢。大概係5年前。係啊，但係因為佢係唔係全部嘅客家話嘛，因為講到全部嘅客家話，有啲後生人唔知道，慘點咯，咁樣一兩句啦，一兩句還 OK。跟阿婆，你一開始創造這個角色，阿婆就啲。我同佢講，家婆，我用你嘅名阿蘭子得嘛？佢講做緊用我嘅名，我講因為。講到馬來西亞，係講聽到阿蘭子哦，阿蘭子乜好似阿珍啊、阿蘭子啊，客家人嘅名，我就講咁樣我就用阿蘭子咯。